天下没有任何男子可以抵抗我，你为何待我如此？此处荒山野岭，前后并无人家，又怎会突然出现一个奇女子？况且我们修道之人最懂得清规戒律，与你这等货色，又怎会入眼？小道士是入不了眼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敢看？你说你修的是清规，那你看我呀？哼，看都不敢看，说明你心里有鬼。刚才是什么意思？师父，师父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云游，你专心修炼吗？方才徒儿在幻境中看到那个女子是谁？为什么结局会是那样的？刚才你所看到的，就是你真实的未来。你修炼到了最后一场劫难。如果渡不过去，就是刚才的下场。那徒儿该如何是好？这是什么？日月神鼎。日月神鼎？对，只有找到它，你才能度过最后一次劫波。那这神鼎现在何处？徒儿该如何找到它？天机不可泄露，自有天意。哈哈哈哈哈！小道乃是清虚道长的徒弟。据我所知，清虚道长从来就不收弟子。无量天尊，师父，徒儿。小道长果真有些本领。太昊啊，你的鸟怎么说死就死了呀？听说清虚道长能让死物变活，不知道他的弟子是不是也有这个法术？小道不妨一试。活了！活了！小道长神通广大，就留在宫中降妖吧。站住！
云大人，不好了，那女鬼又杀人了。在哪儿？随我来。大胆！云大人，你不要杀他嘛！小蘑菇，怎么会是你呀？云大人，他是太后派来请来捉妖的道士，你杀他干嘛呀？太后请人，我应当知道，怎么会请他这个三脚猫？你给我让开！这位云姑娘，你就别闹了。如若不然的话，我就向太后禀明此事，说你和那女鬼是同伙。你说什么？如果你和那女鬼不是同伙，为什么你刚才跟我跟得那么近？而且，我刚才明明已经知道那女鬼的行踪，如果来得再早一点，这个宫女就不会死。三脚猫就是三脚猫，画符捉鬼你倒不行，栽赃陷害倒是你的老本行。哼！既然你口口声声地说你知道这女鬼的下落，那我问你，这女鬼长什么样子？身高多高？穿黑穿白？头发多长？是胖是瘦？你知道吗？哼，答不出来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要行骗到别的地方去，这可是皇宫。要是一不小心被戳穿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恕不奉陪。你等等！哎呀妈呀，太帅了！这个臭道士也太不把咱们锦衣卫当回事儿了。是啊。那咱们就帮云大人出出气。来，你们过来。女鬼杀人了！女鬼杀人了！女鬼杀人了！你没事？快，女鬼进去了。快！起来！行啊，陈大人，您这招厉害呀，让这小子再得意。怎么着忘了？这还差不多。你这小崽子，这2天跑哪去了？也不知道给我来请个安。哎呦，公公亲他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哎。云儿，你回来啦！你是？小道天木童，无意冒犯，还请姑娘见谅。天木童，你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道士呀？哎，你让我看看你啊！哎，道长，你流鼻血了，我帮你擦擦。没关系。不能进去！在下奉命抓妖道，让我们进去！让我们进去！不行，你们不能进去！云儿，怎么回事？公主，锦衣卫非要进来抓妖道。是道长以为我被妖孽袭击，专门过来保护我的。你让他们走吧。是公主。哼，你们快点走吧。原来是公主殿下。道长，叫我乐平就好。
好帅呀！哎呦，我真不是故意不给你请安去的，只是最近宫里闹鬼，搞得所有人都人心惶惶的。哎呀，这么多年就没见过鬼，你还闹鬼闹鬼？你叫什么叫啊？这是你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，娘娘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娘娘。小蘑菇，你干嘛呢？狗有鬼啊！哎，过来！哪儿有鬼啊？那鬼不就在那儿了吗？哪儿有鬼啊？不是，刚才明明有鬼啊！刚才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了，大长手指甲子，大眼珠子，穿一身薄薄的衣服，太吓人了，太恐怖了！你知道吗？他就在那儿。哎，小老头，你干嘛呢？啊不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走啊，小老头！哎，有本事你找我！我的妈呀！快走啊，小老头！你在干嘛呢？再来一圈，要不就……太恐怖了，太吓人了！小蘑菇！师傅，我就知道是你，还好你来了，要不我就死在女魔头的手里了。他太恐怖了，师傅，太恐怖了，师傅。陶公公，我掐死你！我让你打我，我让你行。天不同道长，有什么事？陶公公，你跟这个女子认识吗？哼，天目道长说笑呢，我怎么会认识她呢？刚才我连老命都差点没有了，我回去歇着了。喂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我从今天起我就住这儿。你不能住这儿。我为什么不能住这儿啊？我小蘑菇无父无母的，好不容易捡来一条命回来，师傅又不要我，还不让我在这儿住，你说我容易吗？我上辈子是欠谁的了？我师傅，你看什么？真是奇怪，你怎么能流这么多泪水？不，因为我伤心吗？伤心是什么？伤心，就是那种特别迷茫，心里乱乱的，然后没有安全感，这样子。那是不是师傅让你住下来，你就没有这种感觉了？真的吗？师傅，你答应我了是不是？从今往后我就住这伺候师傅了，太棒了。我不能让你伺候，不能。不能。